正通罗里门圣保庙罗里门马文物馆9号举行兴建动土典礼，市长吴一条应邀出席，甲注意地亲弟以及来自各地宫庙信众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为过去到暂时历任主任委员大家的努力，伫咱地主委责任会当来全力来推动，会当互这个正统罗里门圣保庙罗里门马文物馆会当今仔日顺序来动土。动土是一个开始，此去工程进行，还佫有足多的工课。我想妈祖一定会护持保庇。因为这是伊要求会当指示降价会当互咱工程顺利。该文物馆开10亿，兴建地下1层、地上5层，总建坪达到3883坪，预计2029年前完工。完工以后，将成为展示罗里门马文化历史的重要场所，象征罗里门妈祖信仰文化传承甲发展，为台湾宗教文化保存甲推广迈出重要一步。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